低聲讀讀，讀完再聽，聽完再讀，讀。大家好，歡迎收聽今集嘅低聲讀讀，我係 Ian， 我係 Bessy， 我係實習同學 Joey。上個禮拜六咧，李盛林牧師嘅安息禮咧就喺聖安德烈堂嗰度舉行咗啦。喺當中咧，阿毛李啟賢咧雖然未能夠親身出席啦，因為佢要喺醫院嗰度接受治療，但係咧佢都事前寫咗一封給爸爸的信，喺安息禮嘅當中咧用錄音嘅形式讀咗出嚟，去表達對爸爸嘅思念。阿毛咧喺當中就話啦，最近先至明白爸爸盛林個名兩個字對佢嚟講係最美好嘅名字，亦都係爸爸一生嘅寫照。佢咧就好似茂盛嘅森林咁，強壯而溫柔，為子女去遮風擋雨，令到佢哋無憂咁成長。阿毛咧亦都講到4年前佢突如其來嘅意外發生咗，喺佢嘅世界爭啲崩塌嘅時候，爸爸咧就用盡全身嘅力氣去呵護住佢，小心翼翼咁樣將佢呢隻折翼嘅雀仔抱翻去懷裏邊。整整1368日，日復一日咁樣守喺佢嘅身邊。阿毛咧未見過爸爸有一絲嘅鬆懈，亦都咧未喺佢嘅眼裏邊讀出一句怨言。阿毛仲話咧，大致喺手術室外邊漫長同埋煎熬嘅等待，小至每一次繁瑣嘅治療同埋檢查，只要阿毛一轉頭咧，爸爸永遠都喺佢嘅身邊，默默咁樣去守候同埋為佢祈禱，不辭勞苦咁樣去奔波，只係希望阿毛盡快好返。雖然咧阿毛曾經因為情緒崩潰而向爸爸發脾氣啦，佢都咧又喺嗰封信裏邊去同爸爸道歉，但係咧佢就話佢爸爸從來都冇責怪過佢，反而咧會用溫熱嘅手拍下佢，用無盡嘅愛心去包容佢。阿毛形容無論有幾艱難都好，爸爸咧從來未令到佢感到有一絲被放棄嘅絕望感啊。阿毛有提到啦，呢幾年咧，因為呢一場嘅苦難，佢同爸爸嘅靈魂咧反而係更加嘅緊密，會好似朋友咁樣咧去分享感受啦，去傾偈啦，一齊睇寶貝智多星啦，同埋 NBA 嘅球賽。咁咧呢啲嘅時光咧都成為咗阿毛咧一世都會珍藏嘅寶藏啦。雖然咧暫時咧同爸爸去暫別啦，但係阿毛咧都講到話佢爸爸喺佢生命中留下嘅痕跡咧係無處不在嘅。牆上你親手掛上的裝飾，你細心為我挑選的康復運動衣，那張你親手調整過無數次，只為了讓我坐得舒服一點的輪椅。還有2個月前，你在抹手指上用那顫抖卻堅定的筆畫寫下的啟言加油。呢啲咧都提醒住阿毛啦，係唔能夠放棄啦，因為佢知道咧，爸爸咧係比起佢自己係更加想見到佢能夠重新自主咁樣生活。直到今日咧，爸爸對佢講嘅每一句嘅加油啦，每一晚嘅禱告祈求咧，都仍然喺阿毛嘅耳邊迴響。阿毛咧仲請爸爸放心啦，佢會努力咁樣帶住爸爸嘅勇氣去康復啦，亦都好相信咧，即係天父喺呢一刻，亦都輕輕咁樣擦去爸爸嘅眼淚同埋汗水啦，亦都係即係好希望爸爸可以喺美好嘅地方睇到佢康復嘅一日啦。阿毛仲話咧，爸爸我愛你，願我哋喺天家相聚嗰一日咧，我能夠站着擁抱你。而阿毛嘅哥哥咧，亦都喺最新嘅一封代禱信裏面就講到阿毛嘅手部感覺康復嘅進度理想啦，亦都求主繼續醫治，令佢嘅神經可以漸漸咁恢復啦，有更多嘅進步。而佢哋咧亦都求主去透過各界嘅關懷啦，去供應阿毛每個月嘅醫療開支，令到佢嘅醫療咧不至中斷嘅。其實咧，阿毛嘅哥哥李啟文醫生咧，佢亦都喺安息禮嗰度有好感人嘅分享。佢話咧，對於佢哋3姊弟嚟講，爸爸咧係一生毫無保留咁樣去愛着佢哋啦，令到佢哋知道咧信仰係觸手可及嘅日常嚟嘅。佢又話咧，爸爸總係會以別人嘅需要行先，亦都向佢哋示範咩係孝道同埋手足之情。而且咧，原來無論李牧師每日
工作有幾忙啦，咁樣咧都會喺 WhatsApp 嗰度咧去有一個4餸1湯嘅晚餐嘅清單。咁樣咧，只要佢哋喺嗰個屋企嘅 group 嗰度報名咧，爸爸就會預備呢個豐富嘅晚餐，令到佢哋咧成日都感受到爸爸源源不絕嘅愛。李啟文咧亦都話，佢哋3個咧都覺得爸爸係用盡晒佢所有嘅力量去陪佢哋3個。佢今日咧都成為咗3個孩子嘅爸爸啦。咁佢都曾經咧有情緒失控嘅一面啊，喺仔女面前。但係咧當時李牧師咧就温柔咁樣分散咗啲孫仔女嘅注意力，俾阿啟文空間安靜啦。之後咧先至去細細聲提醒佢唔好喺啲小朋友面前發脾氣。呢一件事咧就令到啟文深深咁樣感受到自己仍然都仲有爸爸嘅保護同埋教導。李啟文亦都提及4年前阿毛嘅創傷啦。佢話呢場嘅苦難咧原本係可以壓毀所有人，但係爸爸卻選擇去成為最堅強嘅磐石，將一己嘅犧牲轉化為對社會最深刻嘅生命教育。而爸爸用180封代禱信記錄嘅咧就係佢嘅煎熬嘅之餘，亦都安慰同埋激勵咗無數身處逆境嘅心靈。咁啟文亦都話，爸爸係用血淚將家庭嘅悲劇轉化做全社會都睇得到信仰同埋愛嘅生命見證。咁李成林牧師嘅大女李嘉欣都有話啦，就係爸爸一生咧都透過講道啦、教導啦、關心代禱，成為咗好多人嘅祝福啦，亦都係令佢哋去知道啦，無論喺咩情況之下咧，神都會成為佢哋隨時嘅幫助啦。而佢亦都憶述，當阿毛嘅事故發生嘅時候，其實爸爸自己都面對好大嘅痛苦啦，同埋挑戰啦。但係佢都好堅持咧，每一日都要錄短片去同屋企人分享神嘅話語啦，去提醒佢哋要捉緊神啦，令到佢覺得爸爸係幾時咧都係想將人帶到神嘅面前啦，亦都令佢係更加明白咧真正嘅幫助係來自主嘅。咁佢都有喺現場嗰度去唱去作嘅詩歌啦，就係我的幫助從你而來啦，就去獻俾爸爸同埋神，亦都係好想話俾人聽，其實人嘅方向同安慰咧，同埋幫助咧，都係由神而嚟嘅。係咁出席咧今次嘅安息禮嘅都有好多人啦。頭先提及到喺生命中心嗰度咧都有幾百位公眾啦。咁而喺舊禮堂嗰度咧，其實除咗李牧師嘅親友啦、主內嘅一啲牧者同埋李牧師嘅學生之餘咧，其實都有啲大家都識嘅人㗎。例如咧就有之前有撰文去稱讚過李牧師嘅劇作家莊梅岩啦。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啦，同埋仲有立法會議員管浩鳴嘅。咁喺安息禮嘅裏邊咧，其實牧職神學院即係李成林牧師之前出任院長嗰間神學院啊，佢哋嘅詩班咧亦都獻唱咗2首李牧師生前比較中意嘅詩歌，就係耶和華是我的牧者同埋尋找。另外咧喺個聚會當中咧，其實都有李牧師夫婦認識同埋共同侍奉超過45年嘅宏恩基督教書院嘅校長崔康常長老，佢係喺當中分享李牧師點樣喺艱苦嘅當中服侍啦。另外咧，仲有我哋每個星期睇到嘅代禱信咧，其實背後咧都係李牧師嘅大學同學兼團契團友何羅乃軒師母去幫手發放同埋編輯㗎啦，佢亦都有喺個聚會當中咧去帶領祈禱嘅。咁嗰日咧，其實我同 Joey 啦都有一齊去到現場去採訪嘅。咁我主要咧就係喺生命中心嗰度去聽嗰個安息禮嘅內容啦，而 Joey 咧就喺出邊禮堂嘅外邊去影相咁樣嘅。咁嗰日嘅生命中心嘅情況咧，就係其實都坐滿咗70%度，都有好多人冒雨都要嚟送別李牧師啊，好有心啊。同埋一開始咧有李成林牧師嘅細佬啦，原來都係一位牧師嘅，叫李勝強牧師，佢就專登喺悉尼嗰邊翻嚟啦。咁多謝大家對佢哥哥嘅
關心同埋愛啦，同埋佢都預告阿毛會一陣間用錄音嘅方式去讀出嗰封信咁樣嘅。至於最感動嘅環節咧，我諗都係即係大家聽到阿毛嗰封信啦。咁一路播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唔少人都即係喺度喊咁樣，咁都相當之感人。咁啊Joey，你即係嗰度嘅情況又點咧？咁其實嗰日咧雨勢都頗大嘅，咁聚會完咗之後，佢哋同靈柩一齊出嚟嘅時候，其實神情都相對嚴肅啦。佢家姐咧都係難掩哀傷啦，面上面。可能之後因為要趕住去火葬場啦，所以就步伐都偏快咁樣就離開咗啦。咁我之後咧就都繼續揾咗啲李牧師嘅學生去做採訪啦。咁佢哋都話佢哋對李牧師嘅離世係感到非常之唔捨得啦。都有分享到咧，佢自己係同李牧師咧喺10年前認識嘅，就覺得佢係一個非常之溫柔嘅人啦。對佢哋咧係從來都唔會發脾氣嘅。咁又話佢而家教，即係佢當時教嘅查經嘅方法咧，都係佢會用到依家咯。咁都有分享到話佢喺聽阿毛嘅嗰個信嘅時候咧，都覺得好感動啦，覺得李牧師係一位非常之好嘅一個父親啦，認為大眾都應該係要用就以李牧師作為一個嘅父親嘅榜樣。咁盧小姐佢就係基督徒嚟嘅，就相信以後咧都會仍然會喺天國同埋牧師去相見啦，亦都係呼籲大眾咧係繼續為阿毛去代禱咁樣咯。咁喺安息禮講到嘅宏恩基督教學院基督教事工學院伍瑞龍院長咧就有講到啦，就係阿毛佢之前咧曾經喺私家醫院就俾醫生斷定佢係冇康復進步嘅空間啦。咁當時李牧師就係好傷心咁樣講咧，就覺得個情況好似判咗阿毛死刑咁樣啦。咁因為見到即係李牧師精神恍惚啦，又好大壓力啦，所以伍瑞龍咧就邀請咗佢去喺佢嘅學院裏面教書啦，希望佢可以喺當中得到聖經嘅安慰啦。咁佢亦都有分享到就係牧師，即係李牧師寫嘅代禱信咧，其實好多都係喺準備教學期間神俾佢嘅説話啦。而伍瑞龍亦都指咧，李盛林牧師喺後來去咗一個海外嘅醫院啦，就了解到一啲康復嘅治療啦。佢當中就遇到一位同阿毛情況一模一樣嘅女士啦，但係呢一位女士喺接受咗治療之後咧，能夠喺輪椅上面自主咁樣控制輪椅嘅活動啦。咁當時咧，牧師就喊咗出嚟啦，好希望阿毛都可以咁樣做。咁結果喺1年零10個月之後咧，咁喺3月15號嘅代禱信裏面咧，李牧師就寫咗阿毛同樣咧能夠喺輪椅上面自主控制啦。咁就真係見證到其實上帝去應允禱告啦，亦都係即係回應到李牧師當初即係好希望阿毛能夠咁樣康復啦。咁而伍瑞龍亦都話咧，李牧師咧其實都成日同人分享詩篇27篇啦，就係在活人之地得見耶和華的恩惠啦。咁佢覺得李盛林牧師咧同樣活出咁樣嘅生命啦，喺唔同嘅患難同埋恩典裏面咧，即係雖然我哋未必明白點解李牧師會咁突然就離世啦，但係伍瑞龍就勉勵大家咧，喺教會嘅歷史裏面可以見到咧，人嘅失敗可能係事工嘅起點啦，反而我哋睇遠啲咧就會見到神另有心意啦。亦都好即係勉勵大家去學習李牧師喺患難裏面即係嗰一份嘅信心同埋盼望啦。咁我相信即係頭先嘅一啲嘅內容啦，都係俾我哋有好多嘅鼓勵啦。見到李牧師嘅一生係好努力咁樣去完成神俾佢嘅工作啦，亦都喺阿毛嘅事件裏面去睇到嗰一份嘅信心堅持啦。係咁，我哋今日嘅讀就嚟到呢度啦，拜拜。拜拜。